今日是劳动节，劳工团体办大游行，提出诉求，要求政府爱对劳保、劳退、甲退休的给付等8大项落去解决，也保障劳工甲劳工食老以后的生活。和劳动部回应，讲会谨慎来评估。 今仔日是5月初1，也就是劳动节，所以讲由数十个工会团体和 NGO 团体组成的5一行动联名咧，伫咧遮来举办大游行。那今年的诉求总共是有8项哦，就是包括讲咱劳工朋友上界关心的退休制度相关解决。 诉求包括增加退休给付、业权劳保等项，嘛爱甲劳退薪资雇主提交率业权到12%等等。劳团认为通膨加薪的问题普遍，加上全球产业的转型，失业风险是增加，目前的制度无通保障劳工食老以后的生活。叫我们从口袋里面自提提拨这件事呢，对劳工来讲是一件不公平的事。我们要的是政府应该要落实他当年的承诺。 真正的照顾劳工朋友，把薪资提拨到12%。劳保的投保薪资现在最高的提近45800，这个是不够的，因为我们已经10年没有再提升了哦。所以我们在今天要求政府劳动部应该要把45800元的最高薪的提拨的金额提高到48200。 台湾人口老化、劳动结构改变，亲像营造建设当照，真侪工课拢要靠1工到3工。有劳团认为，1工对台湾产业有真侪贡献，看护工、家事劳工、甲1工等等，拢应该爱有社会保险甲劳退的保障。政府嘛应当减轻家庭雇主的负担。照顾老人、照顾病人，这是一种国家和社会的责任。 这种责任和压力不应该被强加在个别家庭的雇主身上，所以我们要求在看护工纳入劳保的同时，政府应至少补助到50%。今年5一劳工大游行，唔那台北、高雄也有串联行动，拢总是上万人上街路。那劳动部是回应讲，针对劳工退休金甲劳保制度会谨慎评估，对兼顾保险财务甲劳工权益嘅原则进一步检讨，嘛会强化到是移工嘅基本权益保障。记者卢尚如、郑俊尧、柯正俊台北高雄报道。